我哋一班人咧係嚟自呢個但係全部都係咧一班80後出世嘅青年人咁啊。咁咧我哋都好關心高鐵嘅問題。咁我哋得悉到咧，民主黨咧極有可能會投棄權票啦，喺報紙度上見到。咁我哋就好擔心。作為一班年輕人咧，好想即係對民主黨咧提出一啲意見啦，喺你哋做最後都知道你哋而家會開一個特別緊急會議，就係關於呢個即係投棄權票啦，定係投反對票咧咁樣。我哋今日8號咧就嚟呼籲民主黨重燃理想嘅。我哋一班80後反對高鐵撥款嘅年輕人，喺我哋接受教育嘅教育裏面，一直都係以經濟發展為先，以國際金融中心為目標。歷史報告教我哋越嚟越明白，城市發展裏面係要有人民關懷，包括生態、社區、地方文化同埋人民參與都係好重要。但係政府嘅高鐵方案不僅冇考慮到上述嘅關懷，而係將呢啲咁嘅嘢好豪邁咁樣一一摧毀。喺高鐵項目裏面，社會上面嘅反對聲音眾多，經濟學者、專家方案、文化界菜園村、人民科學學者、大角咀居民、綠色組織同埋政黨人員，都係為咗推動可成邁向更為尊重人民追求、成本效益、空間均衡同埋生態保護。呢啲先係我哋眼中理想中香港應有嘅素質。但係政府剛愎自用，理都唔理，遺留諸多嘅爭議，但又想好急咁去撥款。而秉持民主理念嘅民主黨，應唔應該跟政府同流合污咧？梗係唔應該啦！咁樣係會點啊？係同社會各界嘅聲音割裂，完全冇聽過我哋講啲乜嘢。呢個係之前嗰個禮拜日11月29號，我哋各界別唔同年齡嘅人，3000嘅市民，已經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嚟，講明咗佢哋對政府高鐵方案嘅反對意見，既明確更加係有力。令人擔憂嘅係民主黨意圖喺撥款問題上面歪離民意投棄權票，咁樣效果上形同支持政府嘅方案，否定咗我哋各界唔同嘅人走埋一齊嘅聲音同埋我哋嘅利益。如果真係咁嘅話，民主黨就無異於喺高鐵建成之前，以率先同民建聯融合，背離我哋市民，背離社會，盲目保皇。我哋喺呢度呼籲民主黨重拾佢嘅理想，考慮幫我哋講我哋嘅民意。於12月2號立法會公務小組會議裏面，就政府所提出嘅高鐵方案，投下真正民主嘅反對票。好，我即刻回應可唔可以？因為即係趕住上去開會。我哋做咩嘢咧？係啊，我哋好，80後呼籲民主黨重拾理想。80後呼籲